Hello， 大家好，我是国本，又到复习的时间咯。讲到六龟，大家会面到乜嘅呢？这片除了有好嘅农产品、清凉嘅风景，仲可以讲，竟然还有清好嘅温泉咯。从今家天时够凉嘅时节，来去嘅老了拄好呢。不过除了野岛之外，六龟地区到底还有哪条特别也系讲想念嘅地方呢？我哋行起行嚟邀請在地嘅好朋友同我哋紹介一下個陣咯。馬上嚟分享我哋18羅漢山嘅介紹嘅米珠先生。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帶啲高雄六龜嘅江米珠。哇，分享米珠先生，米珠先生，之前我有去過六龜地區嗰邊講呢，嗰邊真是風景真是鬼好清涼呢，萬世都睇六龜地區睇啊。係哦，我之前啲廟裡面辦下來，我阿公阿媽辦下來以後呢，我爸爸媽媽買啲六龜睇嘅，我買啲六龜睇嘅。哦，真是都本上菜貼六龜年呢。不過做乜嘅時節，阿公阿婆見到我對北埔嗰邊下來一片啊。嗰時節呢，差唔多日本時代咪我阿公阿婆呢，見到為了六龜呢採樟的工作日本人呢為採樟的事業比較發達，嗰時間那個阿公阿婆就下來，下來以後呢，對啲六龜帶嘅，我爸爸媽媽乜啲睇會，我哋乜啲睇啊。阿公阿婆今年都下來都一片來做嘅경農嘅生意，你嗰時節爸爸之後還有提做一個경農嘅生意嗎？我呢，我阿公阿婆嘅做경農嘅條路以後呢，日本人歸日本人咩我爸爸媽媽今年很細時節就讀到日本嘅書，今年日本話呢佢要講，唔過我哋呢佢唔曉講日本話我哋日本人歸去日本以後呢，我爸爸媽媽今年冇做採樟的工作，我哋冇個做這種嘅工作。你爸爸今年係做乜嘅？係重新做其他嘅生意嗎？我爸爸今年做的是伐木的工作就是整座森林裡面呢，去標了多少的木材，然後才伐木，請工人伐木，然後就是賣木材價。嗰時就是可能算係講林業嘅一種工作。你有聽到爸爸今年去過嘅山丹哥去做一個工作嘛？看今年工作。有我很細時節啦，差唔多忙讀書，就我爸爸到山丹去咩我媽媽要帶我送去山丹。我媽媽今年就煮飯出給本工人食，我爸爸就指揮工人怎麼伐木這樣子。睇年實送去去工作，你哋細年送去，經常去講白山還是講鹽竹種係啊，清風雨我哋送去就白山咩，就去河壩嘅去做下工買，就啲料樣，媽媽做到個太浪漫咯。嗰時節真是嗰邊度好資源嘅資源又清豐富嘛米珠先生，我還記得講，嗰時節你係熱天送去山丹哥，也係講冬天送去山丹哥嗰度啊？我記得我哋嗰時間去都係熱天嘅時間。冬天會送去嗎？骨少，因為冬天嘅時間送去會清寒啲。錯。有喺度提嘅嘛，係講一日送去嘅都直接要下來安尼。我哋送去都要待2-3日樣，有嘅時間呢會你啲待咩太陽曬去伐木咩，我媽媽給人煮飯出咩，我們就會去爬山，然後呢會去溪裡面抓溪蝦、溪魚，然後呢也會看到猴子。你對人這有條細年嚟講，上山之後真好搞，唔想下來啊？唔會呢，就待2-3日咯，感覺講有上喺幾嚟就幾待啊。難怪因為有個原因，因為萬世提山丹哥就太麻煩，故說他也之後將會香港來做個18羅漢山嘅建設業，同自家嘅土地又重新嘅連結也有一個原因。應該是因為呢，六龜呢係貴好嘅所在，我乜嘅太嘅咩我傾向講，在六龜的這個地方呢，能夠讓我們的孩子更了解自己的家鄉，更愛我們的家鄉，然後也希望說可以透過我們的解說呢，可以讓更多的民眾呢認識六龜。原來安尼。米珠先生，這個頭都有講到，萬世都睇六龜睇嘛，有出去工作過也係讀書嘛？我讀書的時間是六龜結束咩結束嘛啲六龜讀嘅咩高中咱出嚟啲台南讀書啊讀書之後都馬上轉過來六龜嘅。
无在个工作。从我高中毕业以后就几个入几个咩吼，啊几个入几呢就拄好，拄好深跳路的时间呢，拄好入几呢，审犯呢有伊咧左边的先生吼，啊佮无法度教书的咩，啊叫伊咧客，啊我就想讲我想要去教书啊样。哦，第一摆转过来之后，你准备来做先生的啊？哦，啊，嗰时阵迄阵头都安尼有讲嘛，迄做伊咧推理的先生，安尼推理一久的时间啊？我伫咧审犯吼教书的时间吼真奇妙，就迄个我先开1年，啊1年的时间呢，我迄明日咧招审条啊吼，就迄7点，就迄坐查的出发的，到新发的。下查咩，就行路行半点钟，行半点钟机票吼，差不多8点咩，啊就会开始上课诶。哦，安尼拄好明日去上班，还要先运动呀。不过人家运动可能还15分钟，一运动都半点钟呢。哇，一个轻严呢，啊明日都安尼，啊落雨的时间用诶，凶用。我们就好天的时间咩就做茶的上去咩，啊落雨的时间呢，无过太雨哦，又唔怕做得几落，啊如落太雨的时间呢，就做唔得几落的哦，会待伫个山，会待伫个福教的。哦，福教的地方有宿舍可以帮人喺度。福教地方吼，其实吼无宿舍吼，其迄教室呢吼就是隔间，教室把它隔间，就男的老师一间，女的老师一间，啊就在那边住这样子。哦，啊，嗰时间有差不多1度的先生乡下。哦，嗰个时间呢，差不多6、7个先生哦，带伫个有4个先生，伊咧主任3个先生，啊外顿另外一个先生啊，迄同勤啊。啊老师，你之前头有讲到，高中毕业之后过来，你接个推理的先生，嗰时就很新后生吼。啊，你第一摆做推理的先生，按后生，自家会唔会真紧张啊？嗰个时间差不多18、19岁咩啊。几个做先生的时间啊，第一年我记得吼，我上课的时间呢，就问生人来讲，小朋友，你要上课的吼，我马啥，我对介绍我马啥，啊，你们上个上马的课哎哟，啊，生人就对来讲，先生，我们上个唱歌的呢做电幕。啊，嗰时间你真是教给人唱歌的。嘿，啊，我就教给人唱歌，那个唱歌那个。最简单的歌，就2、3句话就可以玩半个小时了，他们就玩得很高兴这样。哦，因为嗰时阵行喺国小嘛，嗰种学生可能行过单纯，喺嗰时阵也喺散档过，嗰种一下嘅路同佢哋交流马上都变轻松嘅。啊，虽然呢对我来讲啊，吼，第一摆教书唔会紧张，啊同佢哋交流安好，你哋嘅感情应该都一直都亲好吧？因为佢哋可能会将当做係国小生嘅太阿姐啊，安尼係唔係？迄有个时间吼，差不多18岁咩，啊，今年差不多9岁有诶啦吼。啊，我们上个唱游课呢，就很快就很融入，啊，就很高兴。然后我们之后呢，上课的模式就像姐姐带弟弟一样。那我就回想说，读书的时间呢，我先生用班对我，啊，我就用班对来生人呢，因为我拄多先生嘛过好，啊，亲照顾我吼，啊，伊想讲先生对我安好，啊，我带来生人嘛，想都爱用对佢人，啊，可是呢，佢人上课的时间我就会注意讲，根本伊也18个生人又来上课嘛。啊，用咩无来上课呢？啊，无来上课，我就会请佢人种用咩无来上课，啊，把他们找来上课这样子。哦，就对佢哋亲照顾啊，系啊。安尼先生，佢哋无来上课嘅人，对于种来看啊，大部分嘅人系乜嘢啊？佢哋无来上课嘅人呢，我去问吼，睇有生人呢无甲伊先生嘛有吼，睇就係生人呢好教，无上得来，睇三就係目前呢就做协调咩吼，啊为hem人呢生人呢去帮助啊。啊，天数路卡嘅还可以了解吼，因为天数路卡有啲港片嘅啦，做农事嘅可能講無法度，唔過今日無行迄個行開過來，啊唔過新年嘅即係講佢唔上來上課嘅話，啊先生拄到安尼嘅狀況，唔可用辦法處理啊。我都去佢哋目前請新年嘅咩講用冇來上課啊，啊如果佢講嘅好教啊，就是講來好教嘛，過好教，啊就會上佢來啊樣。啊，我講你來上課吼，我會獎勵給你哦，吼。啊，讀到某一先生啊，生人我就對佢講，上一次的先生呢，跟你們相處得不是那麼的融洽，啊，今日來帶嘅咪吼，啊，佢過來上課啦吼，啊，我會對佢
清好，伊来爽快。反正都想起来好高的都好有展现讲，同其他的欣赏目标对今人有关心嘛，今人都有兴趣的，就会来好高的，知嘛？尼老师推理迄个啊，头有讲嘛，推理1年，推理迄个都真实变做，有去考个真实的高升吗？推理1年以后呢，做唔得考哦，因为推科了要推3年到7年哈，这样做得去进修考试。推1年以后呢，就离开刑法嘞。后尾离开之后呢，又去做嘛个其他的工作嘛？离开刑法以后呢，都去老龙国小。老龙国小在教书。我在老龙国小的时候也在那边1年。那个时候就碰到2位老师，很好的一位就是我们的主任，那一个就是一个张桂荣老师。那个时候他很照顾我。那后来他也到花莲去当校长退休了。那个主任呢，就是他跟我讲说，老师你不要走代课的路哈，因为代课的路可能要走3年到7年，你做得去考幼稚园的学生哎呀。你会不会之后都一直教给幼稚园的学生的嘛？你幼稚园的学生的同个国小的学生的，老师你这个感觉跟人的差别在哪呀？幼稚园的学生跟国小的学生当然有差别了哈，因为国小的学生係2年到4年的生年呢，伊講買伊讀幼的，幼稚園的生年很細哦，3歲到5歲，伊講的話呢會重複很多次，提醒很多次，而且要相当的有耐心跟他们沟通就可以跟他们处得很好。无论係細幼稚園的，還係個大個小，對老師們來講，培養當嘅學生嘅有這個愛心，對佢哋付出關心，帶佢哋來睇，學教佢哋讀書，安尼伊個用意，伊個用心啦，吼！哇，觀眾朋友，你看先生用係這個學生嘅時間，32年嘅時間來帶一條青年呢，唔過先生做乜嘅嗰種教職，轉做一個解說員呢？見到精彩故事，我哋休息一下，馬上過來喲。二組先生用錢度愛惜運動關心照顧我哋6歲體嘅小朋友，唔過佢做先生做得好好，你用班上去來做一個18羅漢山嘅解說員呢？聽佢來分享一下吧。二組先生，頭都有講唔知佢做先生做得好好，你用班又會想講來去參加一個18羅漢山嘅解說員呢？係乜嘅機會之下，你想要來參加一個工作㗎？這是一個機緣哦，差不多1896年哈，林務局呢，他剛好在招募六龜18羅漢山的解說員的工作，我看到給公布的消息之後呢，我就去報名。報名之後呢，他們有初選哈，他們的第一個條件就是說，我要帶啲6幾個人哈為主，這樣差不多200人報名哦，他錄取了差不多60幾名哈，參與上課。他上課的機緣呢，我是想說，很想知道六龜這個地方，我的家鄉，因為我知道我住在六龜，可是六龜這個地方其實我不是很熟悉的，所以我很想了解說六龜這個地方到底是怎樣。那我也希望說我更了解六龜，可以把它帶到我的課程當中呢，介紹給我的孩子，讓年輕一代的孩子呢更六龜，更清楚六龜，更愛六龜。按你講，先生，唔知係六龜菜鐵人哦，你唔也會講，這個可能冇按數一個菜鐵土地啊，你其他人那邊人可能更加冇法度好提供六龜到底有哪條特別的地方，也加一個機會可以邀請先生，依然係介紹嘢，同人簡單了解一下六龜到底有哪條特別的地方，好嗎？六龜吼。特別做得了的所在真多吼，今日講的就是18羅漢山哈，18羅漢山這個自然保護區呢，在81年的時候呢，林務局就把它規劃成自然保護區，因為它裡面的物種有很多哈，然後最珍貴的就是在4號隧道、5號隧道那個地方呢，有蝙蝠的棲息這樣子。除了18羅漢山之外呢，還有新威的森林國家公園哈，那還有就是六龜大佛，還有六龜的4個大廟寺，地院寺啊、廟通寺啊、廟崇寺啊，還有那個天台道場等等很多。那還有一些，比如說新威的朋友他們做的那個
木瓜的 DIY 的活动，还有就是爱玉的 DIY 的活动等等都有。还有宝来，宝来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有一个温泉区，有一个煤矿区，采煤的地方，赏煤的地方。那六龟呢也有那个紫斑蝶欣赏的地方，那还有一些其他的游程，我觉得是蛮多的。按你谈好了，其实六龟地区真是佢嘅自然资源啊，有嘅生态真丰富呢。按你头头老师有讲到，地部有青岛嘅寺庙嘅地嘛，那你想讲，人哋汉人咧总头地部啊，除了太个庙还有白宫呢，六龟地嗰边也有白宫吗？如果新米总给有一个白宫归起庙它是在新威国小的校园里面，然后它那个白宫呢，某西庙它那个白宫它几位大概是那种木种式的，就像我们那个坟墓式的那种木种式的那个土地白宫，啱啲，因为嗰種白宮算清舊嗰老一些咧，做一批嘅白宮形式。有啲人講像頭頭老師講嘅木種式嘛，有啲人講風水嘅，也去做嘅化胎式嘅白宮。唔過嘅白宮用喺睇學校嘅地步啊？本身嘅白宮呢，其實喺學校嘅對面因為路要拓寬嘛，那就跟白宮講跟他跋杯白宮講就塞到學校底部去學校底部去呢他的意思就是說他不想蓋像廟這樣子，他喜歡那種木種式的，所以就在學校的區內呢，就是也是在邊邊的地方呢，就蓋了一個木種式的白宮碟。按你係想講，有個白宮應該親愛青年嚟其實同人哋小朋友明年都鄉下播附近嘅。唔過而家有個白宮真是公司開發，像一種人哋講嘅木種式化胎式嘅白宮，原來也是唔單止睇六龜啦，人哋六堆地區也青島白宮，而家以前傳統嘅一種形式都冇，都而家玩變做廟啦，其他嘅形式，真是好好保存嘅。你除了白宮啊，看到嘅文化，有其他嘅地方像農山嘅啦，可以去做 DIY 嘅，也係講其他可以留料嘅地方嘛。六龜就係頭都講嘅新米總嘅新威森林公園嘛，那個就是有桃花心木，差不多有2公里的長那很多那個婚紗攝影啊都會在那邊拍。它除了春夏秋冬的景致不一樣呢，所以就有不同景致的時節呢，就會有不一樣的人去那邊拍婚紗照。那除了新威苗圃之外呢，我印象比較深的就是前2-3年呢參加嘅部落嘅賞煤活動。賞煤活動加上他們就是在煤礦區呢有那種很多的煤樹大概在1月份的時候，它就會開很滿山滿谷的梅花，這樣子就非常的漂亮。然後會搭配寶來那邊的溫泉泡溫泉的活動，然後就會請民眾呢上山去賞梅樹。那我們就會這個機會，18羅漢山的解說團隊呢就會進去當解說員除了車上的解說，還有定點式的解說，會介紹他們梅花梅園的那些梅子的盛況這樣子。那當然呢，現場也會教人家怎麼去製作脆梅啦之類的這樣子。那目前除了這個遊程還有持續之外呢，他們現在也會因季節呢帶進去像那個洛神花等等的那些 DIY， 而且他們除了洛神花的 DIY 之後呢，他們當地呢也會做一些植物染之類的活動這樣子。你先生頭都有講到人哋躺喺按度好教好料嘅地方還有講人解說員最重要係嚟投籃嘛。除了投籃的工作之外，平時你們解說員還有其他的工作嗎？平常我們導覽員呢，除了導覽之外呢，我們平常還要上課固定的回流課程一定要上我們差不多每個月都固定有1次到2次要去監測。所謂的監測呢，就是去我們的18羅漢山的自然保護區，還有區外的保護區呢，去監測物種，看植物的成長啦，還有看有一些棲息地的那些動植物他們的成長過程，然後記錄下來，每個月都會去做這個工作。然後呢，長期監測之後呢，可以讓大家有一個數據說，這段時間大概有哪些物種會在這邊棲息，還有哪些植物呢開花結果等等，這個固定的工作。不過談紅咧，輕鬆輕簡單，不過呢批真是功夫嘅程度，好冇？係咪？因為認識佢哋通知部一定要認識，行底下講佢哋更加
状况很样办，情形很样办，行的顺手来做记录，咱一般做业嘅工作差不多一年嘛，也係讲千多年安尼加往来啊。我们做业工作就一张页的排2日，差不多2日哈，就是利用时间。早上也有，下午也有，就看你们同一组3个人的时间为主。那我们走的，如果是保护区里面的话，大概要走2个小时到3个小时，慢慢的看物种。比如说今天看这个植物呢，它有没有发芽，它有没有被虫咬，然后它成长的过程怎样，然后或者看，我们沿途看看有没有猴子的排遗啦，或者看我们监测我们今天的那个蝙蝠啊，它的数量多不多，是不是因为季节呢，温度呢？有没有变动？那我们在沿途在走路当中也会看看有没有蝴蝶在飞啊，大概是什么蝴蝶种这样子等等的记录这样。哦，你老师头有讲你那个猴子青豆嘛，你在做一种监测工作的时候，我有没有读到个猕猴啊，同在用人，也係講拿東西接唔定啦。也聽講之前睇高雄啊，像個財產有冇？有然後到個時間半個猴子咧接東西呢，唔能個後會安尼冇？咱個後的吼，基本下來，陸方人招來招去，不過唔是接過東西哦。我們看到猴子就是他們聽到我們來的聲音呢，他們就倉皇就趕快往上爬了。那當然有時候也會在那邊發出聲音，那我們也頂多跺跺腳嚇他們，就讓他們離開這樣子。那也會看到一些白鼻星那個小動物在那邊出沒，也會有。也會有碰到一些青竹絲啊等等，可能在那個山壁上面盤旋着，可能等待要吃燕子啊什麼的，也有這樣子。你讀到一度諾貝野生動植物的時間，野生動物啦講，咱最好保護自家的方式是乜嘅？真係你能讀到好的時間，真係跺跺腳如好嘅嘛，還要有其他應對的方式的。如果說碰到猴子，我們就是跺跺腳啊，出個聲音，它就會離開嘛。那如果蛇的話，我們就不驚動它，蛇它靜靜在那邊，我們也不會驚動它啊。所以我們在監測當中呢，一定會有一個男生在。我們3個人的話，一定會有一個男生哈，不可能說同一組都是3個女生，因為他也會擔心說，在監測的過程當中，是不是有其他的危險性這樣子。也係講人喺工作嘅時候，也係一個團隊吼，大家互相可以來照顧。人而家18羅漢山那個一個團隊啊，差不多1多年啊。呢受訓結束之後呢，真的認證是在106年的9月份。那我們60-70個受訓當中，有受訓有半年的時間。這半年呢，差不多每週你呢，禮拜3下午6點到9點，禮拜6是上整天的課程。我們大概維持有半年的時間咯，上課上課呢，我們就考試，有口試、筆試，還有面試，還有實地的踏查、解說工作等等的考試，加總起來之後呢，通過測驗的，才有加入我們這個團隊。那大概我們真的有在團隊裡面呢，大概有40到45個。那目前呢，真的有進到解說團隊的，差不多有35位。哦，也唔會少年呢。老師，你自己係做欣賞的嘛？嗰種教面對學生嘅，吼，同面對嘅遊客來講，應該對你唔會陌生，也唔會緊張。第一擺睇介紹嘅時間，應該先簡單，先馬上就上手的吧？我印象當中，就是我解說的第一份工作是在107年、108年的時候，那個時候六龜區公所辦的那個賞梅活動，在寶來哈，我們就差不多有15個。同伴呢一起去參與這個活動啊，那個時候我們都要先上課，上完課之後呢，先演練。那大概我們要講的是哪些東西，然後呢就會進入這個工作。那工作都是排2天的，那緊張是多多少少都會，可是你要事先把你要的介紹的東西呢，你一定要非常的熟練。那你要讓你的遊客呢知道。六龜哪些地方好玩的？你今天來賞梅是要看哪幾個重點要一定要掌握到內容，才能夠介紹給遊客。哇，觀眾朋友，聽到一片係唔係輕鬆，馬上變到六龜天氣嘅老了一下呢？唔是幾多，我哋休息一下，更多精彩六龜故事馬上過來。
六桂地区有很丰富的同植物的资源，也有很丰富的行场。从头都有讲到有桑梅的行场啦，还有梅的产业。除了也因为六桂还有那条好高好料的地方呢，继续来请教秘书先生咯。秘书先生，前面有讲到六桂地区可以去桑梅啦，不过我还记得六桂地区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产业呢，还蛮个产业吧？六桂呢，除了赏梅之外，有一个很特别的产业就是。全国知名的六桂山茶六桂山茶是几乎都是分布在新发跟宝来这个山上那他们新发早期的时候，它的茶叶有很多种，然后有金萱啊，还有山茶什么的。可是目前来讲的话呢，六桂这个地方在推的都是六桂的山茶比较多。山茶中间呢，一般是在茶型茶叶有冇嘅冇用的地方嘛？茶叶我本身是没有特别的研究可是他们六桂的山茶几乎都是老师傅呢，他们亲手摘，然后他们亲手去揉亲手去烘焙的比较多，不是机械化的，所以他们的产量不多。而且那个山茶呢，我们印象中的茶都是矮矮的，对不对？那六桂的山茶不是，他们的茶树是高的茶树是高的，他们师傅还是要人工去摘下来之后呢，要人工去揉，还有人工去栽培这样子，去处理这样。哇，谈起来六桂这边的山茶，今年的茶树还算老的树头呢这样可以有按过的茶树的，今年全部是手工的，有人客可以去给自家来体验讲用办去采个茶，也是讲炒个茶嘛。有他们也有一个流程就是新发的一个制茶厂呢，它也有一种流程，就是说。请游客，可是他们要先预约的，他们的团比较少，茶叶不多嘛他们就是预约的，然后他们会有 DIY 的流程，就是让你去采茶，然后自己去揉茶叶，然后去煮茶叶等等这样子。哇，那个老料的时间可以是到茶的料理吗？听讲有其他的地方可能用茶叶来做料理呢，六桂也有吗？有以前的茶叶料理，他们有用茶呢去。烹煮茶叶蛋之类的啦，或者说他们把茶呢融入在糕饼里面变成六桂的那个茶叶糕饼甜点之类的也会有。哇，除了六桂可以去吃梅的粿之外呢，又可以去吃茶，去吃一道茶的料理，quite好呢。老师，这六桂有丰富的资源，有丰富的流程讲。技术团队在底部是不是推动一个部分的人重要的人物？是18罗汉伞的团队呢，我们做的解说员重要的就是说，除了流程的介绍，比如说18罗汉山的地形很特别之外，是火焰山等等之类之外呢，我们还推动就是说，希望观光产业在六桂能够扎根让六桂一些农民呢有机的栽种一些农特品呢都能够销出去，让六桂的青年们呢可以回来工作，不要在外面工作，回来六桂这边工作，然后把六桂的农特品呢可以推销出去，让六桂的经济会比较好一点点这样子。不过老师头都有讲到这3样的，我也先有兴趣。不过等一下再来问，因为我头都有听到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名的火焰山。我记得火焰山不是在苗栗这边吗？那六桂也有一个火焰山，不过两个看来亲像无共用呢。我第一就是说，我因为上课的时间线上搞就是说，台湾呢有火焰山有4个地方有就是苗栗的火焰山，还有南投的99峰，再来就是六桂的18罗汉山，另外一个就是台东的卑南的小黄山。那六桂的那个火焰山呢，它是一个砾岩层，那它透水性比较好。那所以它透水性比较好的话，它就不容易含水量，所以在六桂的18罗汉山的话，它的山上面的那些植物呢，就生长的不是那么的茂密，要等到雨季的时候呢，它那些植物呢才会又冒出来尤其是很特别，我印象当中的很特别就是那个油点草油点草这个小花朵它非常的漂亮，要到3、4月份的时候有雨季了。它就会慢慢的发芽，然后就会开花，非常的漂亮。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个油点草。
有失败的草啦，有一点点草，没青草的失败，也种特别的吃不。难怪我去过六桂那边高寮的时节啦，有看到个山，我想讲，那边的山用按奇怪，其他当过的，像老师头都讲，个吃不都冇按到，原来迄亚根原因，所以今日咧山蛋糕看起来有失败，原来讲光秃秃的感觉，原来其喺火焰上面嘅体质按特别呢。那其实能做一个土壤盐啊，做解说的时间，这个有特别的一个解说的技巧啦，还讲特别的方式来做解说，要相应跟任何的注意嘛。我们当解说的就是第一个，我们要注意到。你的游客是哪一个年龄层？给他需要的是什么的？那我们第一个就是要知道说他需要的是哪一个游程类的内容大概。然后呢，我们介绍的就是，我们除了要准备之外，适合他们的一些题材。然后重点就是我们带他们进去的时候呢，要注意到安全，这是最重要的哈。因为18罗汉山它是一个。砾岩层那石头虽然说它也是很紧密的，可是有时候经过下雨之后的也会松脱，也会有危险性，所以我们觉得解说最重要的还是要以安全为重要，然后再把课程呢自己准备好，我们的服务的对象是哪一个年龄层的，他想要得到的是什么，我们都准备好之后呢，我们才能够上路。安尼嘉顿老师唔头都回答的吼，人哋做乜同嘅人客啊，依照其他嘅年龄，人哋来分。虽然呢，學生嘅像一般人哋睇年啥，講老人家也3種啦，也3種地位啊，老師唔知個感覺，哪一條可以過松樹啊，過順樹安尼，真好。如果以我的工作当解说的，我过甲伊个学生的吼，因学生迄个本金的吼，来教就教书咩，学生的今年为东西呢，我比较清楚，我准备起来就会比较就比较容易这样子，所以我喜欢的年龄层呢是学生为主。不过学生的从睇年啥老人家来讲，哪一条今年会回馈讲反映问题嗰度，会问青岛问题係哪一种？学生他比较会发问，比如说我们讲到幽婆，就是说不是我们讲到那个蝙蝠的时候，他就问说蝙蝠是什么这样子。你会介绍讲人哋嘅品种啦，跟住可能还会去问讲其他嘅神法，其他嘅吃的东西係哪一條，可能會個上好啲嗰度嘅东西啊。是，像我们介绍蝙蝠的，我就跟他讲说蝙蝠是一个很好的唯一会飞行的哺乳类的动物，然后它都是白天不出来，因为它怕热嘛，它白天都会在洞穴里面，那晚上才出来，而且它是对我们人类有帮助的，因为呢，也都是吃昆虫，是虫一个晚上差不多会射1-2千炸，对我们环境是有保护作用的，然后它也可以传播一些播种，让一些动植物之类的当媒介这样子蝙蝠来讲，在六龟的隧道里面是一个特别的一个生物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很推崇，希望说大家来的时候呢，到保护区来看的，他们都是冲着看蝙蝠来的。比如说差不多落雨天过潮湿的时间他们就会在洞穴的机会比较大，数量就会比较多。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它还是会迁徙出来，不一定会住在里面，不过几乎常年都会有。那潮湿的天的话，它就是数量就很多。老师，除了汤安的这些六龟体系，除了具有本上很丰富的资源的资源，还能提防上的人热情热情的支持推动之外，因为我安尼问係講以前我哋當地有發生過800風災嘛，六個地區嘅時節也受到清大嘅影響咗嘛，安尼對800風災之後，六個地區係樣辦行出來，做變做更加安尼我哋看到有蘇醒了佢嘅山野悄悄地放落，然後係樣辦去同佢哋運作幫佢復甦嘅呀。這10年當中呢，六龜地區呢，應該說是每個農民呢很辛苦他們希望說把自己的農作物提升，然後能夠賣出去，所以他們很努力在盡量培養有機的一些農作物之類的。像我們的團隊呢，他們就用引進這個光合菌的農作物來培養，然後照顧那些有機的香蕉。那像六龜來講的農特品就包括
金黄芒果啦，还有莲雾啦哈，还有个酸梅梅哈，还有就是香蕉也有，木瓜也有哈。像我们的团队呢，就有2个朋友，就一个是木瓜做木瓜DIY 哈，就也就是做爱玉的，这2个方面去发展。像宝来的话，有一个人文协会，有一个李婉玲老师，他就整个带动宝来那边的居民呢，从没有到现在这个场域哈，比如说是植物染啦，在地的一些比如说是那个陶艺之类的推动起来之后呢，现在目前经过10多年的努力，都有一点点的基础上来了。按你谈红了呀，其实六鬼地区真是付出的亲厚呢。你未来对于这个地方还有样板的规划吗？其实我们应该要很感谢林务局然后也很感谢那个屏东科大的那个教授陈美惠教授他带了一个团队到六龟来，让林务局开了这个导览的课程。他也希望透过我们18罗汉山，我们现在已经成立一个人文协会了，他也希望透过18罗汉山能够推广六龟的一些观光产业也希望推广六龟的农特品。那也更希望说六龟的18罗汉山是一个保护区，也希望大家能够珍惜这个资源继续永续的把它保护下去，不要破坏因为环境照顾是大家都有责任的。他是希望说18罗汉山的解说团队能够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把这个工作能够持续下去这样。真是好彩也有5人同大家的努力，也去讲的地方，六个地区才可以继续保存继续永续的发展哦。哇，观众朋友，你看，其实六个地区经过800风灾之后呢，其实也受到生态影响，不过今年也天天的行出自家的路的观光生态可以向下来发展，唔係講一天兩個企喺對面呢，係咩安尼啊？今日請感謝老師你帶來很精彩的故事同小記再一次感謝欣賞。感謝主持人感謝大家歡迎大家來入貴寮入貴迄一個好蔬菜歡迎大家。好哦，我出去聊聊之前呢，我有健康的身體，大家繼續聽頓欣賞來運動一下吧。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又到了好好運動的時間了哦。能今日運動的嗎？請放起來同先生來通下運動的哦。今日先生要教大家的是熱火有氧，請大家放起來同先生通下運動哦。讓出不愛哦。數大口了，哈，開，哈，你數標數，加個。That heart is so cold, all over my home. I don't wanna know that, babe. Don't with my love. I told her she knows. Take aim and reload. I don't wanna know that, babe. Don't with my love. Gắn theo. Thôi. 前面。Don't with my love. 后背，跟条边的另外一边。王叔。打上我们弓箭步左右，扭腰，鼓，再鼓的正面，
腳，聽腳腳，聽空啦。3、4，穩點。用嘅，穩點。腳切條本愛，老人強嘅呢？3、4，穩點。好，學動作嘅哦。掉。變腳哦。加鬆1、2、3、4，加鬆跳，跳兩個，1、2、3、4，跳。不同手不同腳哦，3、4，好快嗎？送身車，能變點，是可能性哦，夾嘅來，2、3、4，是嘅。學愛嗎？前點，前面點，更鬆，腳掌，腳空來腳。4腳掌，1、2、3、4，腳腳，腳掌，腳空來，加鬆嘅數，腳掌，腳空來。前面是打出去，空來，踢腳嘅哦，踢，先顧下來，再踢出去，企穩嘅人來踢出去，先顧再踢，加鬆打拳。學來嗎？冇同手同腳喲。是可能性咯，夾嘅。就好啦。學來嚇，跳好來。嘻嘻，加入
后交叉腳，3，踢膝下後，4、1，3，踢膝下後，4、1。3、Don't with my love. I told her she knows. Take aim and reload. I don't wanna know that face. Don't with my love. 继续下跑。弯片哦，1、2、3，弯片。Don't with my love. 鼓来正面，好不好耶哈？等下了，速度变快咯，前后交叉腳咯哈。整體好嗎？整體開始來，彎片。彎片唔該，你做到嗎？騰上來嗎？騰上來哈，嘻嘻，嘿嘿。調整一下你的呼吸哦，要繼續呼吸哦哈。好，肩膀往下壓。彎片。低壓腿。下低。行一腳，腳放來，放鬆你的腳。腳腳放來，腳掌。腳放來，腳掌，彎片，低壓腿，再下去。腳放來，腳掌，腳放來，你腳伸直咯。Go， 腳掌。好，慢慢的回來，壓腿，手拿輕量，靠近你的膝蓋，做一個延展，腿內給力要放鬆，慢慢的對正腳原背放來，繼續，請調至禮拜哦。調整一下你的呼吸，踩點開始。加，前點，右腳，前點，右腳，踢腳，交叉，好不愛嗎？好，嘻嘻。調氣，今天動作好不愛嗎？好不愛哈，好好運動，俺們下次能來了。